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 啊，又翻嚟咧同大家講樓啦。金九銀十咧就快過完啦，但係無論中山定係珠海咧，佢嘅一個樓市市場都可以講係亂到七國咁嘅樣，各個開發商咧都頂唔順啦。尤其喺呢一個長假嘅黃金期，個個都可以講係搏到盡，想靠咧降價嚟搶咧一個客戶嘅。講到以價換量咧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一個珠海香洲嘅樓盤，可以講係裸奔式咁樣去買樓，底褲都唔要嘅呢個情況。嗱，點解咁講呢？1.4萬每平喺珠海香洲仲可以買到純住宅，冇聽錯，就係1.4萬每平喎。呢個價嘅衝擊力咧有幾強呢？我咁講啦，呢個價而家喺坦洲咧，近珠海一帶好少少嘅物業咧，就差唔多係咁樣嘅均價。但係而家你可以用坦洲嘅價錢就可以買到珠海香洲嘅樓喎。所以開盤當日咧，你見到以下嘅呢個畫面咧，真係墟冚到嚇親人啊！而且咧，開發商方面咧，仲要係國企嘅格力集團準現樓喎，唔需要驚爛尾。樓下咧更加有個投資咗2億，模仿咧上海太古里打造嘅商業廣場，明年咧就會開業噶啦。嚟珠海嘅3個會員店咧，都係只係5分鐘車程啫。行完商場食飽飯，行去對面咧，仲有山溪公園散步消化下。所以聽落去係咪一切都係咁完美呢？但係咧，如果你以為係咁簡單嘅話，咁你就太天真啦。等我同你咧逐一咁樣拆解下，點解呢個發展商咧會咁樣一開業咧就會大劈價、大酬賓，而且咧你喺睇樓之前一定要知道嘅一啲真相。個價錢咧平成咁，佢有以下嘅呢4大原因。第一大咧就係佢最大嘅一個不利因素，離人生嘅終點站咧就只有2公里個位置，冇錯，就係嗰個咧令人聽起嚟咧心裏唔舒服嘅一個殯儀館啦。雖然唔係正對門口，但係咧2公里嘅一個距離，足以咧令好多人咧會放棄呢度嘅物業。第二，佢嘅區域嘅定位都非常之尷尬喎。夜晚咧就靜英英嘅，人氣缺乏。樓盤咧佢嘅位置係屬於香洲，但係咧佢只同坦洲咧一路之隔。準確嘅位置咧就係山溪嘅一個科創城。雖然話係科創園區，但係發展咗幾年啦。目前咧其實周邊入住嘅小區咧可以講係寥寥可數嘅。夜晚行出去咧真係靜到咧有啲心驚驚嘅。老實咁講，目前咧周邊嘅生活配套咧係仲不如咧坦洲嗰邊嘅。至於第3點就係樓下咧佢所謂嘅要打造第2個富華里商場咧，雖然係起好咗，但係而家成個珠海嘅新嘅一個商場咧一個接住一個咁開，但係經濟咧又喺度下行咁，連富華里行嘅人都少咗。你估呢個新嘅一個商場咧？佢要旺場邊有咁容易啊？加上周邊嘅入住率唔高，潛在消費嘅客戶咧更加係屈指可數啦。咁呢一段真空期嘅風險咧，其實都已經計入咗你層樓嘅一個價錢裏面啦。同埋咧，我都去咗樓盤睇過，真相係咧宣傳講嘅1.4萬每平咧，根本咧就係冇咁嘅單位嘅，至少咧都要去到1.5萬每平。不過咧，全部都係一啲低層或者賣剩借嗰啲單位啦。大部分好少少嘅樓層咧，佢實價咧至少都要去到1.7到1.8萬每平嘅。不過咧，即使係咁，呢個價錢咧，其實擺喺成個珠海香洲任何個區域咧，都算係一個好抵玩嘅一個價錢。而戶型方面咧，雖然咧佢冇第4代住宅咁實用，但係同周邊嘅一個樓盤對比咧，其實大家嘅實用率咧都係差唔多嘅，交付嘅標準咧都算 OK， 算係好有良心嘅。所以咧呢個樓盤喺成個珠海嚟講，你話1.6萬到1.8萬呢個價錢買唔買得過咧？你一定要接受咧以上所有嘅一個缺點。
尤其咧你要去到現場睇樓嘅時候，人山人海，氣氛咧可以講係好熱烈嘅，好易咧一時衝動咧就會落地。但係咧，我希望咧通過呢一次嘅分享，幫大家咧去還原真實嘅一個情況係點樣，等大家咧有更多嘅一個參考空間。至於下期咧，會同大家講下以前我哋買樓一直都講開地段，但係咧你會發現咧，而家中山市區咧唔少樓盤咧跌到嘅價錢咧同鎮區差唔多喎，究竟又係點樣嘅情況呢？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，可以關注下 Benson 呢個頻道。好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